系闽公哥为观众朋友来讲小课，闽公哥这边为观众朋友讲埋个小课啊。讲到一个小课吼，我自家还有就要吃到一点排泄哦。当排泄哦，把细条讲出来谈下。做双张日啦，我哋去公司入去当好，佢调价吼，比到鼓励我哋话，做招待，我哋另外两位主管啊去韩国了。啊，你公司很好，很招待你都出个去旅行哦。係啊，我哋哦唔單止喺度嘅5星級嘅飯店哦，喺度嘅飯店嘅第40樓嘅房間啊，嘅房間哦，哎喲，當派頭，視野好，哦，見講咯，色彩很強啦，韓國嘅房間當太見，我哋都想啊，仲叫做3人喺空間，哎喲。唔但搶搖盤啊，韓國做乜嘅事情啊，唔使用啊，天花用傾來傾去嗬，那我同啲咩，嗬，按用較方便啦。係啦，講完冇唔錯啊，因為啊，該出門在外啊，該大家係講大強下，相互有得照顧，咁當好呢。係啊，有你啦，我就審查嗬，注意嘅司機按價，哦。買東西、吃東西，買東西、吃東西，買東西。等一下，您講你係香港啊，韓國啊？係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。嘅韓國人嚟下來啊，哎呦，實在會開心嘅，做炒菜，我去飯店休息。冇想到，一轉到飯店，乜嘅飯店，哎呦，我哋無所說停天嘛。嘅封面嗬。最近出來飛社嚟講啊，講排泄啦，因為嗬，我哋嘅機器啊出咗問題，不過我哋已經要前面爭嘅，我2點鐘過後，怎麼有天，媽個呀，哎呦，做乜開始嘅，下定2點鐘哦，我哋都想啊，冇講究哦，就天天啊。企喺樓台上起好嘅啦。您講過，你都大40了呢，企你都感到發圖。哎呦，冇相干啦，後生人轉運通就好嘅啊。不錯，我哋都開始，天天嚟企定上起嘅。企到第10層樓嘅時節啦，其中一位相聊嘅朋友就講哦，冇嗬，你一3人啊，嚟講一個悲慘嘅故事。安樣哦，唔但止做得留嘅注意力分散，你看唔會錯喲。你說你就開始講嘅，你講啊，哎呀，從細哦，佢做一個單親家庭態嘅，咁咩哦，當辛苦，從細到佢學到大，等到哦，佢下有啲成就，想要報答咁咩嘅世界，冇想到咁咩，差到去年過身嘅呀。哎呀，講到廿幾嘅時節啦，你看，哎呦，睇到第20層樓呀！您講同事講嘅故事啊，只是當吹過呢。不過都已經睇到20樓咧，咁你難怪而家同事係講乜嘅吹過嘅故事啊？嗱，我一個朋友啊，佢就講嘅，佢哦有個當好嘅女朋友，其實兩煞當相愛，背面也佢細妹出過去讀書，兩3人就講好哦，佢轉來以後啊。就結婚咩？冇想到，我哋轉來嘅之前1整夜啦，做查甫4天咧，哎呦，故事講到廿尾嗬，我哋已經睇到要開始嘅啦，你死哦，我跳唔出來，嗰2隻腳嗬，幾準啊，別出啦，仲有冇跪下去嘅？不過一看嘛，我哋。你見到35樓嘅？哇，該會到啦，45層樓甜甜啊！係面講冇你講埋嘅吹過嘅故事咧。捱嗬，講一句話聽聽。佢兩煞就坐到嘅樓台啊，兩煞我太嬌啦。面講你係講埋嘅故事，佢哋咪就咪叫到咁樣咯。我就講啊。差唔多。我唔記得留開台去那個房間嘅鎖匙嘅啦。你講，你實在天魔奇吹咧啦。係講我係你嘅朋友，我看到我咩會叫哦。講到奇吹啊，你講你下個人啊，先把壓力動態，就當到事情都冇法度專心，所以以下唔記得倆，唔記得解。所以觀眾朋友係講啊，你要拄到埋個先把壓力動態嘅事情，天才傾倒，設拍一個減少壓力嘅方法，保持心情嘅快樂，就做得咯。好咧，了解今本人講大家嘅小課。講小小，時間夠睇當家，呢個節目到呢位就嚟結束咯。希望觀眾朋友要介意呢今日嘅節目，唔過冇咁記得咯。下晝禮拜3下午4點9點，請準時收看呢個，你睇下熱講講。